沈总，这是我们公司的事情，您就不用操心了吧？不用我操心。我们这么大一个项目，跟你们公司捆绑在一起，你们公司随便一个员工都谎话连篇的，那你们公司信誉度能有多高啊？谢谢沈总的提醒，不过这是我们公司管理部门的事情，我一个小财务，我也管不了那么多。当然了，除非他们之间有什么特殊的关系，不然，你觉得这个职位他能做多久？2两是100克，100克。喂，孙倩，你说我要是和大成2个人吃饭，我们俩2两肉够吗？你就再要点鱼啊，或者再搭配点蔬菜水果什么的，估计就差不多了吧。那如果我要做牛肉的话，那什么时候放盐比较好啊？牛肉不用先加盐，等快熟的时候再加。你这是干嘛呀？你这是要亲自下厨给男朋友做饭吗？太不像你了。哎，看来你这次真的挺用心的。怎么样，甜蜜吧？哎，还有，就是我在做菜的时候，它上面写油要少许，少许是多少啊？少许呢，就是滴几滴就行了。哎，对了，不过那个油啊，你不能烧得太热了。哎呀，别烦了，倩，有个好方法，你过来，你帮我做，好不好？算了吧，我就不去当你的电灯泡了。哎，不是现在那超市里都有那些半成品，就是荤素搭配好的那种，你拿回家一炒就行啦。行，你别烦了，我知道了，我去买外卖总行了吧？果儿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就是怕麻烦。这一个女人能在家里为心爱的男人做好吃的，这是最幸福的事情了。好了，就好好采购吧。实在不行，你再去点外卖啊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就这样吧，拜。啰里吧嗦。果果倒是舒服啊，烛光、牛肉、晚餐，他倒是逍遥自在。有什么羡慕的？自己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，那才真是自己的。光羡慕别人有什么用？要不是他，我能变成现在这样吗？你怎么老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啊？果果她怎么了？要不他来家里闹事儿，我能一气之下把工作给辞了吗？这工作是你自己要辞的，关果果什么事儿啊？我要不是为了给家里挣钱，我能把工作给辞了吗？哎，我看就是你。老不中，我看就是你们的原因。你拿着果果的钱去买彩票，没中奖还怪果果，你真是太没出息了。我没出息，啊！要不是你偷了我钱，我就有10几万了，今天早就旱涝保收了。我搞彩票为什么？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呀？张世子，如果你再这样下去，整个家都会被你毁了的。行了，你们。害不了你。实在，我看你还是去找一份工作吧。这有一份工作，它就是一个保障。你再这样下去，把家都掏空了，这日子就没法过下去了。家，哎，你要是心里还有这个家，你就去问果果要钱。我为什么要管果果要钱啊？为什么果果找你，你就敢偷我的钱？啊，你哪儿来那么大胆子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们这个家要是散了，就是你跟果果一手造成的。去，问果果把那10万块钱给我要回来。他不是有钱吗？啊，他不是傍了个有钱的大款吗？他不是喜欢把钱甩在我脸上吗？你让他甩呀，甩呀，去！你疯了！我疯了，我是疯了，我是被你们逼疯的。去，把那10万块钱给我要回来。我不去。你不去是吧？好，我去，你可别后悔。喂！
你要去哪儿啊？哎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跟你说，你千万别去找果果啊！你要是去找他，我以后就没法见他了。不要你管。喂，喂！这果果怎么不接电话呀？这张实在不会做错什么事儿来吧？你干什么呀？要么拿钱，要么拿命。你混蛋！快把钱拿出来！把钱拿出来！我凭什么给你钱？我上次不是都扔给你了吗？扔给我？把我当什么？把我当乞丐啊！要不是你，我就中了10万块钱了。10万！神经病！把钱拿出来！把钱拿出来！快，把钱拿出来！你有没有受伤？你有没有怎么样？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是我应该跟你说对不起，是我。扫把星，你交什么朋友啊？果果他这，哎，十三，你怎么了？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明明忘记了很久的事，忘记了很久的人，会突然间的想起来。他说的喝酒就是打人，还不断的骂我是废物。滚！要不是你生了这个女儿，能至于这么穷吗？她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！亲生怎么了？亲生怎么了？我跟你说，亲生跟废物一样，跟垃圾没什么区别。我不明白，如果我真的那么讨厌，为什么还要生我到这个世界上呢？你在说你的父母？我没有父母，我李晨果果不需要父母，我也永远都不要成为父母。哭什么哭啊？走，跟我走，走，果果，走，果果。
老婆，老婆，就是因为他，我妈妈被撞死了。那之后呢？没过多久，他也不在了。我的整个家都没了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都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我，一定是因为我不好，因为我是累赘，因为我。后来的日子都是在孤儿院里度过的。那个时候我就对自己说：果果，你永远都不要结婚，永远都不要生孩子，我永远都不要给别人伤害我的机会，也不要给机会伤害我的孩子。这女人啊，她要是结了婚生了孩子，就再也不是自己了。所以我要时刻提醒自己，千万不能像他们一样掉进婚姻的火坑。可是如果所有的女人都是不婚主义者，那人类还怎么繁衍？所以说，我是塔尖上的异类。所以你痛恨会家暴的人，这就是你为什么出面替你前面报复张世载。他们是一样的人，他们有着一样的嘴脸，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来伤害我。我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没有人能伤害的人。大成，你觉得我做到了吗？你放心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。大成，你可不可以一辈子都不要离开我？医生，他现在情况怎么样啊？他是暂时性出血，身上有多处划伤，经检查，他头部是脑震荡，需要住院观察。那他这样什么时候才能醒啊？这个还不太清楚。谢谢啊。哎，你是病人家属吗？是啊。这是化验费还有急诊费，今天要交的。我明天交行吗？那可不行，医院这里有规定的，你还是赶紧交了吧，不然我们就只能停止治疗了。好。喂，老板，我是孙倩啊，真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。是这样的，我家里有点急事儿，看能不能把这个月的奖金先给我呀？真不好意思啊。奖金的钱都已经用完了。明天的医药费可怎么办呢？回来了，我儿子怎么样啊？他还在昏迷呢，医生说要住院观察几天。那你回来干什么？还不在医院陪着他呀？我回来给他拿2件换洗的衣服呀。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你。我当时已经拦着他了，可是他非要去。
要不是你认识的那个什么果果，把我儿子弄成这个样子，哎呦，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呐！我儿子就是再怎么样，他也不能出手这么狠呐。现在可好，家里本来就没有什么钱，现在我儿子又住院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妈，你放心吧，今天的药费我已经交了，我预支了这个月的奖金。你们找谁啊？张实在呢？他不在家。你是他什么人呢？我是他老婆啊。一样。来，这是张实在的欠条，你看着办吧。1万。对，我们都是文明人，最好明天把钱还上。我们可不想惹出什么麻烦来。他怎么会欠你们这么多钱啊？这你得问他自己了。您看能不能这样？我这一时半会儿啊，凑不到那么多钱，能不能宽限几天啊？怎么着，想赖账啊你？不是这意思，就是能不能再缓几天？好啊，就明天。明天？对，就明天。别说我不给你时间，你自己看着办吧啊！哼。要不是这个果果，事情怎么能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？晦气，晦气！你们想干什么啊？没干什么呀。张实在人呢？是不是昨天一晚上没回来？我不知道他在哪儿。不知道。那好，那我们就在这儿等。我就不相信他会扔下你们3个不管。你要是痛快的把钱还了，我们立马走人。一会儿摘一会儿戴，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除非咱俩另谋高就。你不会怪我当初撒谎吧？可是我要不这么说，公司也不会录用我。我当然不会怪你了，而且咱们俩在公司里面，一个是财务人员，一个呢是业务人员，这是公司夫妻禁令最敏感的职位。不过这样也好，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在公司玩捉迷藏了。喂，倩。喂，可可啊，你怎么了？你现在有没有1万块钱啊？我急用啊。1万块钱，你要干什么用啊？哎呀，你先别问那么多了，反正是非常着急的事情。那行，我给你送过来吧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快把你银行卡给我。怎么了？倩倩急需要钱，1万块钱，快给我。我这刚发完奖金，还没捂热呢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你要不要给老板打个电话？不用了。
醒了，我还打算去叫你呢。睡得好吗？刚好，先来吃吧。你今天不用上班吗？我是总经理，不需要那么早去公司。不用担心我的，我一个人没问题。你还是去上班吧。你确定吗？确定啊。放心，等会儿我会一个人回家换身衣服。这是家里钥匙，我下了班就回来。钱。行了，这就先当利息，还你几天，我们还会再来的。走。大豆子，你没事吧？还不是那个什么果果把我们家害成这个样子。妈，你就少说两句吧，还是管管你儿子赌钱的事儿。啊，对了，小俊啊，一会儿叫王可可到我办公室来。王可可，她不在。她还没来上班吗？她没有给你打电话吗？没有啊。哦，那就是她朋友有点急事儿，她可能晚点来吧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们今天早上起来上班的时候，我在公司楼下门口碰到她了，我听到她接了个电话，然后就走了。这样吧，一会儿我会约沈总到公司来。如果他不在的话，你把财务审计表做好了之后给我送过来。沈总？怎么了吗？没事，那我就去准备资料了。喂，沈总，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空来公司一趟？去公司？对，新的项目方案已经出来了，所以想请您过来开个会。好啊，那就约在你公司对面的西餐厅见。行，我等您。可可，真不好意思啊，要不是这事儿这么着急，我也不会这么急着管你借钱。你挣钱也不容易，我会尽快想办法还给你的。好啦，你就跟我不要客气了。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多憔悴啊，哪像个女人？这个张实在真是不让人省心。你跟着他吃了不少苦了。还有那个果果，打人打这么狠，那不管怎么样，张实在也是你老公啊。行了，你在这好好照顾他吧，我去找果果说个清楚。哎，可可啊。喂，喂，可可，怎么样了？都怪那个果果，我现在就去找他去。哎，刚才程总可在找你啊。
我忘了给他回电话了。行了行了，我已经帮你请假了。他没怀疑什么吧？没有吧？行了，你先忙吧啊。那我知道了，我下午会回去的。拜拜。程总，这个是您要的方案。还有，沈总什么时候来啊？下午吧。下午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那我先走了。沈总不会真的要来吧？果果，你也太狠了吧！你把张实在弄成现在这样，你让倩倩怎么办？我太狠了。张实在这种男人，不是早就不该活在这个世界上了吗？这件事情弄成这样，都是因为你当时太冲动了。你说你要给倩倩出头，你有没有想过给她出头的那个人是跟她生活了这么多年的老公，人家是打不散的一家人，你只顾你自己的感受。你的意思是，我替倩倩出头是我不对？我告诉你，现在张实在躺在医院里呢，他赌钱输了一大笔的钱，倩倩不光要给他还钱，还要交医药费，你想想吧。可可，中午一起吃个饭吧，我刚好有点事想跟你商量。没空。怎么了你？你知道张实在对我做了什么吗？他居然跟踪我，还动手打我。我昨天就看他气冲冲的出去，我就担心他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。还好昨天大成来了，不然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。哎呀，真的太过分了！我真的没想到他会做出这种事情。倩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跟他离婚吧。你跟他过下去是不会有幸福的，你为什么就不肯听我的呢？果果，你听我说啊。我还能听你说什么？可可把我臭骂了一顿，他怪我为什么这么对张实在，我这样对他会让你很为难。他问我为什么这么狠。倩，我想问问你，如果不是为了你，我会遇到昨天的事情吗？对不起啊，果儿。没什么好对不起的。要说对不起的，应该是张实在。我知道，实在他是真的对不起你。但是这事儿你千万别怪可可，他也是替我着急。而且他说话吧，其实就一直那样的。我就想不通了，这么大一个人了，他说话前为什么不先经过大脑？你也不是认识他1天2天了。其实吧，他没有真的怪你。果儿，我真的不希望因为我，你跟可可闹矛盾。而且，可可他已经把他所有的积蓄都给我还赌债了。什么？张实在还赌博呢？不但赌，不出去工作，而且还对你做出这样的事情。我真的想不懂这个张实在他怎么想的。这么好的老婆，这么好的孩子，他还想要什么？倩，你不觉得今天的一切都是他的错吗？其实吧，也怪我。要不是因为我，你跟可可就不会成现在这样。那他现在呢？怎么样了？还在医院呢，还昏迷着呢。倩，我早就劝过你了，和他离婚吧。你和他过下去不会有幸福的。那你说，大豆子怎么办？我不能让他没爸爸呀。你看看你现在的可怜样儿，你知道我有多心疼你吗？我知道你心疼我，可可其实也一样，她也是只知前因不知后果，所以才会那么冲动的。
真的拿你们两个没有办法了。果儿，你说我们认识多少年了？大概10年吧。对呀，都10年了，这么多年的友情多不容易啊！而且我知道，昨天你也是迫不得已才这么做的。从小到大都是你一直在保护我们，替我们出头。你们好，我是王可可。你叫什么？叫孙茜。你好。那你呢？李晨果果。李晨果果，好特别的名字呀。那从今以后的4年，我们就要在一起生活了。啊，对了，如果有人欺负你们，报我的名字。倩倩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倩倩，到底是谁又欺负你了？你说，是不是隔壁班的陈超？说呀！他把蟑螂放在我的饭里面啊！他是不想活了，他是不是？哎，波波，老婆，我觉得你今天有点太冲动了。其实你仔细想想，这也不是果果一个人的问题。那你说这是我的问题了？不是，我就是觉得很多事情你不能这么去看。你想想，如果那个张实在他没有做出过什么过激的行为，果果有可能是这个样子吗？啊，现在最可怜的就是孙茜，有了一个大豆子就够了吧？这肚子里还怀着一个，而且以她那个性格，肯定不会跟张实在就因为这件事情要离婚的。但是他现在这个家还算是一个完整的吧，对不对？如果真的出现什么问题呢，也是家庭内部的问题。我们干涉太多呢，就等于我们管得太多。我们应该尊重孙茜的选择。再说了，你们3姐妹有10几年的情谊了，你不能因为张实在这一点事情就毁了你们10几年的情谊吧？说到底，都是我的错，每次都是因为我才这样的。你别想那么多了，我知道，可是为你考虑。我只是很生气，为什么他从来不为我考虑一下？对，我从小到大都很坚强，我做每件事之前都先考虑你们2个，但这并不代表我知道，其实你更需要保护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希望我们3个人一辈子都不要分开。我也没什么朋友，所以你们2个就是我的全部了。如果你们2个因为我而闹矛盾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拿着，去给张实在看病吧。你要记着，我这可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否则我不会帮那个混蛋的。我这……哎，你别那么看着我，我受不了。不去。离婚是简单，可是后面有很多后遗症。你说他们为了孩子不得不见面，最后心里还有问题，他们不得不去面对人生当中这场失败的婚姻。是啊，所以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劝他了。说真的，我也真想去揍那个张实在一顿，真气死人了。你还说呢？你说你这俩闺蜜，一个性格就是太强势，一个呢逆来顺受。果果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想斩草除根，还孙茜一个广阔的天空，而孙茜呢优柔寡断，做不了决定，所以他俩一个活得义无反顾，另外一个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
老公，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成熟了，分析问题越深刻了。你几个意思？在你脑海里，你觉得我是个大白痴吗？不是，我突然觉得，在我们3个里，嘿，我最幸福了。真的。孙总，我觉得现在这个项目可以加速进行。怎么？你该不是怀疑我们公司的诚意吧？我们公司投资任何项目，都有自己的节奏。我怎么可能怀疑沈总呢？更何况，这个项目背后还有齐先生在坐镇，我完全放心。只是我觉得，现在这个项目完全有条件可以加速往下进行。程总，我们公司无论投资任何项目，都是非常谨慎的，请程总不要着急，该是你的，一定会给你的。您误会我的意思了。我现在在说的，不是我的部分，不是您的部分，而是我们公司一直很有诚意跟沈总您合作，配合您的所有决定，包括把李小静调去你们公司，包括让我的助理加班，这都不是事儿。只是在我们公司展现出这样的诚意之后，是不是也能够得到沈总适当的回应呢？我现在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推进咱们的项目。程总，再给点耐心。我很有耐心，我可以等，但是钱不能等，商机不能等。大家都是商人，在商言商，追求的无非是共同的利益。我只怕一旦错过先机，损失的不只是钱而已。所以，我请沈总慎重考虑，在这个项目现阶段配合我们公司的节奏，加速进展，可以吗？好啊，等我消息。好的。你们那个游艇项目进展的怎么样了？别总提项目的事儿，咱俩也好久没有出去吃过饭了，晚上就我们俩吃吧。等一下我还要去主持一个股东大会呢。几点钟结束？我等你。我看改天再说吧。改天。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可以谈一下我们俩的事儿？我们之间的事情不是早就说清楚了吗？我知道你是我的恩人，我也很努力去报答你，可你为什么要躲避呢？这些年来，所有人都以为我是齐太太，可只有我知道，我根本就不是。来卓，这么些年来，真的。我一直很谢谢你对我家的照顾，我也一直由衷的期望你能够早日走出阴影，并且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幸福。我的幸福